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今仔日咱要三合来开始一摆这个查经，咱要来看雅各书咱要来看雅各书。经过即几个日的假日伫家内面，你毋知怎你有啥物通感恩的无？其实咱若好好来想的时阵，虽然各方面真无方便。但是有缘，咱有法通看到上帝真多的恩典。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者，请问伫咱中间谁是独生的？就是讲，伊无兄弟姊妹，伊是孤家还是孤查某啊？谁是孤家还是孤查某啊？你孤家的时阵，还是孤查某啊？伫咧重大家庭当中，你就是家一个。伫厝内，当然无个人甲你三钱因为你家己，所以有个人感觉真爽因为逐项伊要的就有，但是有个人却感觉孤单。我相信伫咱中间大部分皆有兄弟姊妹。请问谁有差不多8个无？8个兄弟姊妹以上的？我在当初时就是较早的时期，真侪人。有真侪家庭是大家庭。那如果你有犯做兄弟姊妹，请你想看觅，伫遮兄弟姊妹当中，谁甲你较好你甲谁较好？干哪子？含在伫你中大的时阵，但是慢慢当你开始读大学，甚至结婚了后，个人行孤路，是毋是有个继续来联系？继续安尼来三合讲话，其实即摆这个疫情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咱有法通按电话，甚至按 Zoom 甲咱的兄弟是姊妹联络甲伊问候，看因到底情况是怎啊？但是咱甲兄弟姊妹中大的家庭当中，是毋是你有一个张力，有一个天性？是一个摩擦呢伫摩擦中间，有时阵咱会感觉真艰苦，但是有时阵咱一阵想起来，摩擦其实对咱也是同款有好处。今仔日咱要来看雅各书的时阵，到底雅各书的这个作者是谁呢？圣经跟人讲是号做雅各。咱有圣经的，咱来掀开雅各书第1章第1节。雅各书第1章第1节，我互恁机会，互恁时间按下来掀了，咱三合来读，咱要读一节的圣经节。雅各书第1章第1节，伊讲做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雅各。请山徛12个支派的人会安。所以圣经跟人讲雅各书的作者，伊是叫做雅各，伊是上帝并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到底这位雅各是谁呢？伫圣经内面，伫新约圣经，咱有法通看到有几落的雅各来出现有3个。人家熟悉的头一位当然就是耶稣的门徒约翰的阿兄，伊是西比太的囝西比太的囝当然有的人认为讲这本册应该是伊写的但是较侪解经家讲，较无可能是伊写的，干哪呢？因为这位雅各就是约翰的阿兄，伊真早的时阵，伊就为主来殉道按照历史的记载，伊伫主后差不多44年的时阵，伊就为主来殉道圣经伫使徒行传第12章第2节也是安尼来记载咱来看使徒行传第12章第2节。圣经讲，迄个时阵，
希律王下手苦海教会中的几个楼，引导抬了约翰的阿兄雅各，引导抬了约翰的阿兄雅各，所以伊伫44年就真早就安遐为主殉道，所以甲无可能是伊写的。第六位伫圣经内面讲到雅各这个人呢伊是耶稣的另外一个门徒兼且咱较无写就是其实耶稣的门徒内面有两个雅各，一个是约翰的阿兄，是西比太的家，另外一个呢是亚略亏的家，是号做雅各。咱有圣经你有法通掀起马可福音第3章第16到19节，列出耶稣12个门徒的时阵，其中一个就是亚略亏的家雅各。但是解经家有原也是讲，伊甲无可能是伊写的。第3位是咱较熟悉的，就是耶稣的小弟，耶稣的小弟。伫马太福音第13章55节。安尼讲，伊讲这毋是伊个查西的囝吗？伊的老母毋是叫做玛利亚吗？伊的兄弟毋是叫做雅各、约瑟、西门、犹大吗？56节，伊的小妹毋是拢伫咱遮吗？所以伫马太福音有记载，耶稣有几落个小弟小妹。其中一位是号做雅各，号做雅各。但是伫咧中大的家庭当中呢，雅各虽然伫厝内，我相信伊家家少少兼且会知影讲耶稣伊所做的一撮物件。特别伊开始去传福音的传道的时阵，伊就宣称伊家己就是上帝的家，伊是弥赛亚。但是当初时，雅各伊无相信，雅各伊无相信。咱来看圣经的记载约翰福音第7章第2节到第4节。咱三合来掀开圣经约翰福音第2章第7章第2到第4节。遮讲到当徛边做滚咯，耶稣的兄弟就对伊讲。你离开遮就是离开拿撒勒去犹太地去吧。伊讲人若要出名，无伫暗地，无是暗安遐来行真侪物件，在起码着去闹热的所在才有法通将家己显互世界人看。伫约翰福音第7章第5节讲，因为念伊的兄弟讲这话，是因为无信，是因为无信，所以。这位雅各作者耶稣的兄弟，却无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无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家。但是这个是头，但是后来呢，伊却成做初期教会一个真重要的领袖初期教会真重要的领袖。咱圣经咱来掀开。使徒行传第15章第13节，使徒行传第15章第13节。使徒行传15章呢，就是伫耶路撒冷有开了一个真重要的会议，因为保罗、巴拿巴因去安提阿去别个所在传福音的时阵，有真侪人信主，所以伊就甲因受洗，但是。伫这个期间呢，有一个犹太人就到外邦人的这个所在去。伊讲出外邦人要信主真好，但是因要洗礼好势，但是因着诚行割礼因为因着遵照旧约的这个礼仪。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就讲无需要，因为咱信耶稣就按遐称义，所以因就开始有迄款辩论，所以因就带到耶路撒冷，因为当初时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跩首都也阁是伫耶路撒冷，所以因就伫遐来开会。
所以《使徒行传》第15章就讲到这个会议。当保罗、巴拿巴起来做见证，见证了上帝的恩典，外邦人怎啊信主，甚至圣灵怎啊降临伫因的心上了后，伫第13节第13节讲，因就停了声，雅各就讲：诸位的兄弟，请听我的话。诸位的兄弟，请听我的话。当因伫遐伫咧辩论，是伫咧讨论真剧烈的时阵，雅各就伫遐讲：你听我的话。伊就讲了一篇的道理。当然，逐个人就真注意来听，甚至伊讲了的时阵，规个会议就赞成伊的提议，就是讲外邦的信徒无需要行割礼，但是有4项物件因必须要遵守的，因就写配。所以咱能看到伫这个时阵伫《使徒行传》第15章的时阵，耶路撒冷的会议，雅各扮演这个真重要的角色。第21章第18节上款也是讲。因讲到保罗甲路加因到了耶路撒冷，兄弟们就欢欢喜喜的接待阮。第2日，保罗甲阮去见雅各，长老拢伫遐。所以因去到耶路撒冷的时阵，因去看见做领袖，其中一个就特别提伊的名，就是雅各就是雅各。伫加勒太书第1章19节讲到保罗伊。伫大马色的路顶，伊安尼拄着主耶稣基督，伊做基督徒了后，圣经讲过了3年，伊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甲伊同徛了15日。第别个门徒还是别个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拢无看见。所以保罗伊信主了后，用3年的时间去到阿拉伯的旷野。然后伊就返去3年了后，伊就返去耶路撒冷，伊去见当初时伫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就是彼得搁这基法，然后伊也是甲三拄甲主的兄弟雅各。所以咱看到雅各伊对无信主变到热心信主，甚至伫初期的教会扮演真重要领袖的角色。现在咱爱问一个问题：伊敢若伊怎啊？咱有法通一个反大的转变呢？180度的转变。伫伊的生命当中，伊当然伊有拄着伊有拄着耶稣就是耶稣死了后，国活向伊显现。圣经内面咱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哥林多前书第15章是。保罗讲到主耶稣基督国活的代志，伊讲伊国活向门徒显现，甚至向500个人显现。伫第7节，伊讲以后显互雅各看，搁显互众使徒看。所以伫遮有记载，互人看到一项，原来主耶稣基督对死来国活了后，伊真经显现互雅各看。所以当雅各看到耶稣国活的主向伊显现的时阵，伊的生命完全得到改变。咱这个有法通讲这个是叫做什么？英文是叫做 a crisis of faith 信心的危机。当伊拄到信心的危机，伫生命当中这个真重要的转捩点，伊拄到耶稣，伊互耶稣得到，伊的生命就改变。其实咱每一个人也是安尼，你好好想来回想你怎啊信主，相信伫你信主的迄一刻同款有拄着这个叫做信心的危机。兼且有的人会拄着困难的时阵，有的时阵拄着身躯病痛，所以伊就按遐来求告主，是按遐就有兄弟姊妹来介绍主。介绍主互伊相捌，甲伊传福音，伊就信主。有的人欠在拄着真大的危险，因为安尼伊认捌了主。有的人
兼且伊对着的危机，咱有法通讲，毋是歹的，是好的物件，好的代志。会得到真大的恩典的时阵，别人帮赞了伊，伊真感激，伊就看到伊就看到上帝伫信徒的成长，所以伊就按遐来信主。我毋知影你怎啊，我毋知影你怎啊，你想看觅，你怎啊相信主耶稣？如果咱有机会，咱有法通甲人分享，还是咱若听别人得救的见证的时阵，你就会发现讲，哇，咱的上帝实在是真奇妙的主，伊是国真国法的主，伊用无相的方法，互人来明白伊，互人来拄着你。所以雅各虽然伊伫重大家庭当中，有耶稣甲伊做一个伊的兄弟，相信伊对耶稣的信仰也是受了真多的压力，是无？因为耶稣伊是上帝家，伊是完全的，伊才是无什么缺点的。咱伫咱的家庭中，有时阵咱的阿兄、咱的小弟还是阿姊、小伯比咱较高的时阵，比咱读册读较好的时阵，咱的压力真大。含在爸母会讲，干那你若无亲像你的兄弟啊，还是咱的厝边头尾讲，干那你无亲像你的兄弟。我相信雅各欠彩，因为安尼所以伊按遐无信耶稣。但是伊落尾伊信主了，因为上帝用伊家己的方法。伫遮，咱要怎样来应用伫咱的心上？咱的家庭中有咱的亲人无信主无？欠彩你的配偶也袂明白主，欠彩你的父母也袂明白主，欠彩你的兄弟姊妹也袂明白主，欠彩你的囝儿也袂明白主。咱要怎样呢？咱伫厝内，咱的见证真重要，但是更加重要，咱着向主祈祷，因为只有主才有法通按照伊的时间来开路，按照伊的时间，互无信主的亲人的目睭直开。当然，伫这个期间，咱有法通做什么呢？当咱咧听候的时阵，咱着迫切无停的祈祷。信主，咱家庭中要信主，家庭中的人要信主，实在是无容易。特别因为咱毋是亲像主耶稣基督同款，是完全的。咱虽然信主了，咱犹原真侪缺乏，做真侪毋对的代志，讲真侪毋应该讲的话，所以咱的见证无法通完全会互人，互咱厝内的人看见。但是咱感谢主，这个毋是你我有法通做，这拢是上帝的恩典。时间到的时阵，伊就要来感动伊，伊就要来感动伊。我记得有一个人真紧打电话给我，伊讲阮老爸咧毋好你有法通来看伊无？然后你来甲伊传福音。我讲会做你啦，我再甲伊约一个点钟。伊就甲我讲，阮老爸我常常甲伊传福音，常常甲伊讲耶稣。但是伊无要相信伊甲我讲这是因查某讲。伊讲伊若信一项呢就是信米米什么？就是米呢？咱咧食的米伊讲人活着是靠在米通食，所以我就甲伊约一个拜六要去找伊。但是到拜四，伊就敲互我讲牧师阮老爸毋好入病厝所以伊无伫厝内，你有法通来病厝看伊？所以我就甲阮另外一个牧师，阮就去曾牧师阮就去医院找伊。去找伊的时阵，当然未找伊以前，阮也真迫切来祈祷。我讲这个人伊做岁咯70几岁咯，70、80岁咯。然后伊伊的查某捌甲伊传福音，但是伊无要相信。要甲伊传，伊要怎会相信呢？但是咱就是我伫遐祈祷讲主只有你才有法通改变伊。所以阮就去到医院，医院的时阵，我就甲伊来讲话，来谈，然后甲伊传福音，然后曾牧师按遐甲伊
做见证啊，做伊的见证。当阮甲伊谈了的时阵偷偷咧甲伊讲你看到讲伊可能像真仙目睭直直要开咧我心内面就祈祷讲主要你甲传福音伊目睭开咧要困去要唱但是上帝就是感动到传到口落尾的时阵看到伊就真精神甚至伊真注意听，真注意听的时阵我就问讲阿伯你要信主，你要信耶稣，伊就点头，伊讲我要，阮就讲咱来三个基督，我就带伊一句一句会甲我祈祷。伊祈祷了的时阵我真欢喜阮真欢喜讲伊信主，我看到因查某目屎安尼流出来，目屎流出来，哇！伊真感动所以当阮出去的时阵伊送阮伊就讲感谢主伊将伊要信耶稣咯。我甲伊传福音传真久伊无要信，这是啥个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时间到的时阵就安尼所得到。我无偌久我就收到伊一个 message， 伊一个短信，伊讲阮是拜六去伊讲拜日暗是拜一暗因老爸咧困的时阵伊就梦去有一位穿白衫的来自伊要甲伊去找耶稣基督。伊讲伊个人甲伊讲你的罪赦免咯，所以真欢喜伊就讲出来。所以上帝就安尼来拯救伊，上帝拯救伊。我无偌久我差不多3礼拜伊就离开世间。原来伊已经病真伤重了。但是我意思是啥物呢？上帝的时间上帝的时间所以但是咱有法通啥物有法通祈祷推伊迫切的祈祷，然后咱的见证也是真重要。有机会甲伊传福音，甲伊分享。欠彩伊头一摆无要相信，袂要紧。第2摆、第3摆，有一日上帝就要来改变伊。所以咱看到雅各，伊规个生命改变。所以当伊写这本册的时阵伊怎讲伊讲我是做上帝甲主基督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虽然伊是耶稣的兄弟，但是伊自称做啥物仆人干因为伊表明伊的谦卑伊以属灵的关系来自称毋是强调伊无强调伊肉身的关系。兼且人若讲说我或者雅各我是耶稣的小弟相信会更较侪人爱看伊的爱读伊的册但是伊无伊真谦卑伊谦卑伊家己。咱甲主诚实咧有一款的关系，咱的关系伊是咱的主，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的仆人，咱是伊的仆人。所以咱有时阵咱另外一方面主耶稣也是咱的朋友咱有一款较轻松的关系。但是咱请咱要保持一款平衡的观念。有时阵咱对朋友甲朋友的关系咱有时阵会清清彩彩较随便但是咱对主耶稣，咱应该要保持迄款的尊严。伊是咱的好朋友，但是伊更加是咱的主，伊更加是咱的上帝。所以雅各伊写的时阵伊差不多真早写，有法通讲就是新约的书信内面最第早的一本差不多第46到49年，主后46到49年。了伊写这个雅各书是到底要互啥呢？咱看第1章第1节继续刷落去伊讲请选徛12支派的人，就是12支派的人因分散徛去无同的所在。什么是选徛的意思？就是讲这些人因分散伫无同的所在。这些人是啥呢？伊的对象是啥呢？应该是基督徒，就是因为信仰而受逼迫因为信仰受逼迫，所以因分散。12个伊因是因12个支派12个支派。其实这个12个支派这句话有一特殊的一个意义
伫旧约的时代啊，当以色列人因未受掠以前啊，12个支派啊，就是来，伊是指代表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啊，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啊。但是因受掠了后分散，这个民数啊，就特别用来描述弥赛亚时代的弥赛亚的时代啊，伊怎啊上帝怎啊将属伊的囝儿啊，对无相的所在来调入来，三合自做一个的子民啊。所以12个支派是讲到将来弥赛亚的时代啊，上帝要将以色列属伊囝儿的人，拢调入倒来。因为因受掠，咱也知影咱的圣经历史啊，以色列国亡国的时阵啊，因受掠了后倒来啊，只有犹太支派啊，甲便雅悯支派，有12个支派的人啊，看咱出大部分无倒来，所以常常咱有时阵咱会听到 The Lost Tribe of Israel， 就是以色列失落的这个支派啊，所以支派伫倒啦分散伫各所在啊，但是因相信啊，伫弥赛亚的时代啊，在无相在子民啊，会要对四方啊，就是世界诶各地的所在啊，受调入倒来。但是伫雅各书啊，当雅各伊写的时阵啊，伊就足用这个民数啊来提醒当初时的基督徒，讲恁其实就是那个分散行徛的人啊。虽然真侪个是外邦的信徒，伊毋是以色列人啊，但是伊有缘，因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啊，所以伊用12个支派来讲啊，要来提醒基督徒啊，就是当初些基督徒，甲咱现主时离过咱做基督徒，咱伫世上啊是干啊是行徛定定，咱分散伫真侪所在，然后是因为上帝竞选了咱。用上帝竞选了咱，有一日啊，伊要将咱调入过来调入，然后倒去到天堂去。所以这是雅各足用当初时的这个民数。请问你有将你当作是一个分散行徛的人无？咱是毋是这个雅各书的这个对象之一啊？其实咱伫菲律宾，咱华侨真侪时阵现主时当然，阮一代下一代的人，甲无迄款的观念，但是顶一代的真侪是对中国大陆过来因过来的时阵因常常讲，因的厝内伫倒啦，伫大陆照菲律宾不过是暂时定定，因是分散，还是讲伫遮来行徛。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我阿妈就常常讲难处，我就一个问题，我讲咱厝咱就是徛遮，咱的厝伫倒啦，也互我也报我一个相就是中国大陆的厝伊讲这个才是难处所以伊有观念讲，一日伊要搁倒去一日伊要倒去，所以其实咱基督徒，咱伫世上三观也是行徛，咱是分散的。一日咱要倒去，既然是安尼所以雅各书的信息也是对你对我有意义雅各伊写雅各书的时阵，伊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咱若看，咱若该读按第1章读到第5章你看到雅各伊真注重一项，就是咱信仰实际的表现。信仰实际的行为信仰实际的行为伊讲了实际，其实真实的信仰，在是有带来好的行为真实的信仰一定有带来行为，所以伊强调一项就是行事为人为人就甲忘掉的恩3千。所以伫圣经内面常常伫雅各书伊讲信心无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
所以有个人误解讲，哦，雅各啊，伊是咧高估行为啊，伊咧高估行为啊，伊无信心无重要啊。其实毋是啊，这个是误解啊。你看第2章22节，雅各书第2章22节，圣经怎样讲呢？伊讲可见信心是甲伊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到成全。所以雅各书并毋是讲信心无重要，伊乃是讲信心啊，因为信心是真抽象的物件。你要真实际，还是讲真具体，会将你的信心表现出来呢？是借着你的行为。所以对表面上看来啊，雅各的教导啊，看得出甲保罗的教导有啥冲突啊？因为保罗是讲什么啊？人得救是本乎恩，因信称义。但是雅各啊，却强调什么啊？人称义唔单单是靠信心，也在乎信心的行为，在乎信心的行为。所以第2章24节，安尼讲啊，安尼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唔是单单因着信。咱记得啦，伊讲唔是单单因着信，唔是讲唔是因着信啊，唔是单单因着信，因为干啊，信就有行为，你的信心才是真实的。所以亲像身躯若无灵魂是死的，信心若无有行为也是死的相款。所以甲保罗其实无冲突。保罗是讲到咱信心的起头，咱的起步啊，咱的起点。一个人要相信要得救，是因着信才称义。雅各呢，是毋是讲到咱信心，还是相信的起点？但是咱相信了后，咱刷落去，咱的生活行为到底是怎样呢？咱的行为就甲咱的信心就有相像。所以有法通讲，雅各是讲到咱的正信啊，咱的正信。保罗是讲到咱开始会得救。既然雅各是强调咱的行为啊，咱的行为，所以伫一本册内面啊，拢总有108节内面有61个命令啊，有61个命令，伊就采用了宽免甲命令的方式，安尼讲，咱着干啊，着干啊，着干。所以咱有法通讲，雅各书是一本真正实际的圣经的册啊，毋是讲说咱孤单听道更较重要，咱就会晓行道。所以保罗伊是注重信心的使徒。彼得呢，咱讲伊是注重盼望的使徒。约翰伊是注重听心的使徒。雅各却是注重行为的使徒。所以咱看。保罗注重什么？信心。彼得注重盼望。约翰注重听信。雅各注重行为。所以伫第5章短108节内面，咱有机会咱来解读常常来读，有法通对咱有帮助。咱有法通来分做5段，就是第一章有法通讲是讲徛伫得着。徛伫伫条要怎样呢？就是徛伫伫上帝的话语顶面。虽然伫咱的生活内面，咱会拄着试验，咱会拄着试探但是咱有法通徛伫上帝的话语顶面。咱若听到，咱行道的时阵，咱就有法通稳定。第2章是讲到人主的服侍，咱甲人的关系怎样？咱要怎样？毋通。为着用什么？看轻别人，毋通有存着偏见，乃是用怜悯、用慈爱彼此来服侍。第3章讲到指头讲到指头，要小心咱的指头。其实雅各书内面讲真侪关于咱的指头，咱讲话着怎样？
有法通讲是新约所有的所有的作者内面讲做第做。第四章有法通讲是诚心顺服，就是讲每一个基督徒，咱应该要符合伫上帝的旨意内面，遵照伊的心意来行。然后第5章呢是讲到死比受更加有福的咱若要互人咱就有什么有关心伫遐，咱就有法通看到隐形的一个价值，咱就愿意按遐来帮赞别人的需要。所以这是5章有法通用一款的方式按遐来分担。当然，这个唔是孤单一个有法通用真多的别的方式。但是希望伫刷落去，每礼拜开始，咱继续按遐一章一章一段一段来看。愿主施恩赐福予咱每一位。